OK， 法医，查理嘎嘎马波隆，奈后伊达，吉玛要古文案鲁马古，欢迎回到米沙鲁邦扎一路骂10日学主语拿主语绘本的第7堂课。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伊祖啊在哪里？我慢慢后过娃娃耶，把西班牙都一大都伊祖啊都伊祖啊爱，他们就会慢慢开始对空间以及位置有了概念。我觉得让孩子了解位置，是让他更熟悉这世界的一大步。他也可以变成你的小帮手。例如，把刚刚果妈妈啊拿啦，可以帮爸爸拿一下吗？通过简单的主语互动，可以增加亲子关系，自然而然他就会说一说啊，跟一说爱。Anu sanu panza ni ta ku wawai mama tumes ku ulah I falujo nuawa。今天再让我带大家一起学习说主语，你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一起哒哒。发发二，上面，发发二，上面，兰诺，下面，兰诺，下面，高威力，左边，高威力，左边，高瓦南，右边，高瓦南，右边，伊蒂尼。在这里，伊蒂尼，在这里，伊蒂拉，在那里，伊蒂拉，在那里。伊祖啊古，伊祖啊古，问身体部位。伊祖啊古马达努米苏，伊蒂尼。Itzua ku kamai no misu. Itini. Itzua ku nguswa no misu. Itini. Itzua ku 问物品。Itzua ku zurar no misu. Itira. Itzua ku tuki no misu. Itira. Itzua ku kupu no misu. Itira. Itzua ku 问地点。Itzua ku zauga. Ikawili. Itzua ku fawahan. Ikawanan. Itzua ku lalan. Ilaano. 相信大家对于刚刚的对话练习都非常熟悉的，对不对？那老师来考考大家喽。Itzua ku impit numaku。小朋友，请问右边怎么说啊？嘎瓦难，对，非常好。那请问，Itzua ku zurar numaku，啊？左边怎么说？嘎威力，非常好。那Itzua ku mata numaku，小朋友上面怎么说？法法二。Itzua ku waai numaku，小朋友下面怎么说？La enu， 对，非常好。那这老师再考考大家哦。Itzua ku nguswa numaku，小朋友这里怎么说？Itini。那老师再考一个问题跟大家说，如果说笔丢掉，Itzua ku impit numaku，那你们要说Itila，要拉长音哦。大家都学会了吗？嘿嘞，大家都好棒哦！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做，对着自己说“Iki gagu”，再一次哦，“Iki gagu”，非常好。
其实现在疫情的升温，很多民众更是降低了不必要的外出，因此如何学会更长的时间与自己与家人相处，更能不间断的自我成长，或许是这个时代都需要学习的课题。我们不妨趁着这次疫情期间，多与自己的家人相处，在家开始实践米生鲁邦在比鲁玛阿美族语说起来。影片最后，南耀叔叔还要出一道题目给大家哦，那就是一猪啊古尼亚罗努米苏，一猪啊古尼亚罗努米苏，请将你的答案在下面留言区留言哦。Minsan bansa asal kakak mapulong. Ini follow aku kamu yo. Minsan bansa kita di rumah. 好，哎呦，我们明天见。